國慶期間，解放軍設計光艦沂蒙山艦到訪香港，開放參觀活動，同香港市民共同慶祝新中國成立76週年。烈日高溫都阻擋唔到香港市民嘅熱情，不論係白髮長者定係智齡細路，都紛紛預約排隊登艦。艦上多款現代化裝備公開亮相，直觀展現國家海軍嘅硬實力。堅硬嘅甲板上係最動人嘅反差同溫情。同一班人前一秒係挺拔嘅軍人，下一秒就變成貼心細心嘅陪伴者。艦艇上嘅解放軍一時係導遊，為登艦嘅市民解說船上嘅裝備武器；一時係攝影師，幫市民定格紀念瞬間；一時係老師，教授海軍技能。佢哋同市民親切交流感受，貼心提醒市民注意腳下，甚至仲可以化身人肉扶手。今年亦都係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，活動有緣東江縱隊老戰士林真到來登艦參觀，亦都有身穿東江縱隊紀念衫嘅老人自發嚟打卡。從昔日東江縱隊浴血守香江，到今日海軍艦艇護安寧，變嘅係越嚟越強嘅防衛力量，不變嘅係守家護國嘅初心。願祖國繁榮昌盛，願香港與祖國同心同行。